90年代中期，佢開始喺錄音室為當紅歌手擔任和音。父親的關係，幫一些比如說譚詠麟啊、張學友啊、陳慧嫻他們唱和聲。1995年，張學友嘅御用監製歐丁玉偶然聽到佢嘅聲音，對佢嘅唱功十分欣賞，決定邀請佢加入張學友嘅團隊，並且正式帶佢進入樂壇。寶麗金咧覺得鄭中基咧喺國語市場係絕對有可為，所以就安排咗喺台灣開始佢第一步。1996年，鄭中基喺台灣推出首張唱片《左右為難》，呢張唱片第一首主打歌正正就係同張學友合唱嘅《左右為難》。歌曲一推出，全亞洲銷量突破100萬張，新人出道即刻爆紅，媒體立即幫佢冠以張學友接班人呢個稱號，甚至有人形容佢為90年代香港樂壇最強新人，連陳奕迅都要靠邊站。叱咤樂壇生力軍男歌手金獎。鄭中基。1996年年底，鄭中基趁勢推出第二張專輯《別愛我》，成績比上一張大碟更驚人，全亞洲銷量翻倍，達到200萬張。1997年，鄭中基正式回流香港樂壇，推出首張粵語專輯《情深》，進一步鞏固樂壇地位。短短4年間，佢已經推出咗9張專輯。鄭中基成為90年代後期最炙手可熱嘅男歌手之一。甲乙丙丁，主唱許志安、鄭中基、張學友。但係有邊個估到，就係因為一班飛機，一夜之間由神壇跌落嚟。我做出啲不適當嘅行為。